香港係一個超過750萬人嘅城市，所有嘢都喺度移動，喺度競賽，喺度搏動，有時連喘息嘅空間都冇。置身喺7000幾座成百米嘅高樓中間，我覺得自己好渺小。呢度係石屎同埋玻璃嘅森林。然而，呢座城市有40%都係大自然，翠綠嘅山巒、幽靜嘅公園、行極都行唔完嘅山徑，兩個並存嘅世界，我就企喺佢哋中間。好靚，但同時又好似唔係咁。我都唔知點解，可能係因為人，因為社會嘅無形重量，因為繁華喧鬧嘅背後，總會有幾個沉默嘅角落。100幾十年嚟，天星小輪一直喺九龍同香港島之間來往，每日成千上萬嘅人上上落落，但係每一程都載住唔同嘅故事。有時我會去山頂，喺高處望落去，成個城市都喺我腳底，燈光、聲音、嘈吵嘅人聲，好似一片永遠都唔會瞓覺嘅海。嗰一刻，我感覺到香港係一個矛盾體，極端而矛盾，喧鬧又寧靜，美麗之中帶點刺痛。佢唔單止係一個城市，佢係一種感覺。係我嘅屋企。